但我爱保佑，但我爱保佑明日好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但我爱保佑明日好乐，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这条歌词甲咱讲。 我暝日暗暝甲日时拢学乐，为着耶稣替咱赎罪的功劳，咱保佑主的救恩，主的性命。感谢主，互咱伫5月初3，咱圣歌队以及武峰的圣歌队，咱伫这个社区来保佑主的名，传得救，以及会当进入永生的福音。 咱搁做伙三角来吟173首。后主日是圣神降临节，恳求圣神来充满，来塑造咱。 站好来，是嘞吼，这是2站嘛定，好，咱搁做伙对第1站到第2站，咱搁三角来吟。恳求耶和华主圣心，灵心充满我。恳求耶和华主圣心。 求圣神，恳求圣神为教会有永个最高，早晚之心求化为好无三听头。 主的圣神伫咱的教会运行搁做工，帮助咱兄弟姊妹
真心真意，嘛克己谦卑分享，有时牺牲。圣经讲讲，毋若顾家己的事，该顾啥物人的事，顾别人的事。所以咱毋若家己顾好，嘛爱顾边仔兄姊妹，甲边仔兄姊妹小可看一下好无？看伊有好势无？看伊有欢喜无？看伊有喜乐无？愿主的平安甲喜乐常常甲咱同在，咱陪伴咱的心，开始今仔日礼拜，咱大家来祈祷。想听人的主，感谢你，我们恳求永远同在，是我的圣神，常常踮伫阮的性命来做工，嘛运行伫阮的教会来改变、塑造、锻炼，以及你重用主你的囝儿女，无论伫圣歌队的侍奉，也是伫招待、交通指挥，也是爱餐的准备。书会、书献等等，伫主日的侍奉，主愿恳求你受，嘛有侪种子，因爱关心关怀兄弟出色的状况，嘛有长老事工的脚步来配调教会的事工的进行，愿主你的圣神常常踮伫阮的中间，阮谦卑克己分享，佮牺牲。祝你听你的囝儿女来兴旺，都行教会，愿感谢祈祷陪伴阮的心，恳求上帝施恩祝福，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来听福音正声。
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上主是咱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福杯。出来，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会将请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得拉岛人来受苦，并神价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用启应的方式，三甲来交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10篇，诗篇第27。启应文第10篇，诗篇第27。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
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件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力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互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让我交互因。我深信一件事。就信靠上主，一声，就信靠上主。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想使阮有这个时刻，同心自责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阮承认，阮定定活伫家己的选择中，看环境、看利益、看眼前，煞无先来敲揣你的心意，就亲像落地，用目睭去景，看起来真好，煞来离开你的同在。主啊，求你赦免阮，求你帮助阮学习阿伯拉罕的信心，毋是争，毋是抢，是上。选择来交伫你的手中，来信靠你的带领。主啊，你的话教示阮，对神做根基的人，要甲有信心的阿伯拉罕，能得到福气。主啊，阮要搁一摆学习，真正的祝福，毋是靠阮家己去掠，是对信心来领受。求你开阮的心。互阮今仔日所要听的道，毋那只是入物件，是会进入阮的生命。求你的话伫阮内面做工，定根结出轨迹，改变阮的心思，引带阮的脚步。主啊，阮嘛要为教会来祈祷，无论是外在建造，也是属灵的生命。求你亲自做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人生的道路，面对各项重要的选择甲决定的时阵，拢会挑选求你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主啊，阮就将刷来的信息交托伫你遐，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来讲出你的话。也互阮有柔软的心来领受，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拢会使望你悦纳。愿阮安尼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带来圣歌队要用《这翻唱》这首歌来引带咱的心灵，做伙来学罗主。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3节，以及加拉太书第3章第9节。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3节，现代台语译本旧约第20页。现代台语译本旧约第20页。亚伯兰带伊的某甲伊所有的对埃及去，尼格夫、罗德嘛做伙去。亚伯兰的前生金银真济，伊对尼格夫渐渐向伯特利伸耍，到伯特利甲爱的中间，就是伊以前大埔边起祭坛的所在。亚伯兰伫遐求叫上主的名，甲亚伯兰做伙去的罗德嘛有牛群、羊群、布片，至到迄个地区无够通因做伙徛起，因为因的财物真济，袂当做伙徛起。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定定冤家，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踮伫迄个地区，亚伯兰若罗德讲，咱毋通冤家，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嘛毋通冤家，因为咱是一家人。全地拢伫你的目睭前，请你离开我。你若去倒平，我就去正平；你若去正平，我就去倒平。罗德抬头看约旦河向索尼方向一片的平原，水源充足。迄个地伫上主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以前，亲像上主的园，亲像埃及的地。罗德就经约旦河迄片平原，迁徙去东边，因两家就分开。亚伯兰住伫迦南地，罗德住伫平原遮的城，渐渐迁徙去索多玛。索多玛人非常邪恶，大大得罪上主。圣经
加列太书3章第9节，现代台语译本新约第409页，安尼一切信的人，嘛会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做伙受祝福。讲道，请牧师选择影响祝福。弟兄兄弟，大家平安。这个月叫做5月天，咱会感受到一届落雨了后，天气会比一届搁较炎热小可。愿主施恩伫梅雨季节的时阵，互咱的水库对南到北会当有遮的雨水，伫咱台湾这个土地来陪伴种植，也是咱工业的用水。咧工业用水工业的用水，确实有当时比农业的用水，搁较重要。也是搁较人民所关心，因为咱过去水库是要来灌溉，互种田的会当有水，特别是日本时代迄个八田雨衣这位水利的工程师来起造乌山头水库，也是迄当时号称是东南亚第一大水库。到即点，咱台湾南北拢有遮个水库，甚至北水会当供应南部南水，会当互相来支援。即摆水库到水库之间有带即个暗讲，就是即个水库有水时会当互相的支援。特别咱台湾全岛拢有工业区。即摆毋但是中部、南部、北部，伊嘛相款。愿主施恩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亲像主的恩典，亲像春雨来施落伫咱每一位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安，感谢你，你竞选阿伯兰，甚至你有甲伊的名重新搁改造，叫做阿伯拉罕。主你的应允，互伊伫世间得到真侪的财物，以及饲者的家庭。主你施恩，照你的应允，伫伊的身上经过几啊千年，阮看到伊的后代遮尔多，总是伊的后代，像阿伯拉罕诚做因的祖先的以色列人甲阿拉伯人，却伫战争的内面，愿恳求上帝你施恩，听惜你所竞选的儿女，伊的后代有一日会当和平相处，亲像囡仔伫毒蛇的空口，悠然无受灾害。愿主你带领看过即个时代，特别是伫顶礼拜看到中国甲美国的首领见面会谈，为着世界的和平，也是世界经济处事，求上帝你帮助。嘛，看重台湾即个土地重要性，互阮台湾即个土地政府因咧处理台湾的事的时，有主你的智慧，甲因同在。愿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一生拢伫咧选择，华语叫做抉择，或者是选择。那个抉择有可能是比选择更较决定，更较亲你讲即个决定也是选择。咱一生拢伫咧选择甲决定的中间来度过。譬如讲，你透早你要食啥？有人已经选择，已经成做伊的习惯。我就是固定食固定的食食。差不多是迄几项。伫咱的选择的中间，你有真侪的参考。你会当食蛋饼，会当食汉堡，你嘛会当家己料理。现代人食食搁较侪，用暗顿甲中昼顿的选择真正有够侪。
你会当家己煮，你嘛当叫便当，你当食火锅，你当食拉面，你当食台湾式的、日本式的、美国式的、意大利式的、法国式的、泰国式的、越南式的、韩国式的，什物遮个各种的料理，拢已经伫咱台湾的街路巷口，你看会到，嘛食会到。但是你爱想看觅，主力你的选择是安怎？今是主所定着的胜利，嘛是主所竞选的胜利，就是伫咱每一日咱守主的胜利来到教会。你当选择来现场礼拜，你嘛会当选择伫线上礼拜。你可以来现场线上礼拜，你也可以在现场线上礼拜，现场礼拜甲线上礼拜，华语听起来是同款。到底你要选择线上礼拜还是线上礼拜？求上帝施恩予咱，有当时咱不得不甲厝里人出去，伫主日的中间来甲上帝请假也好，有时。真想要去教会，但是不得不配合厝里的人去到外地。我知影有的人的家庭可能是我信主，我的家后甲太太伊无信主，有当时爱配合无信主的另外一半，伊的行程、甲伊的决定、甲伊的选择。咱人一生有真侪选择咧度过，考试了后要选择学校。昨甲今仔日是国中会考的日子，咱教会主题嘛有参与伫即场的考试，特别咱来为伊祈祷，因为伫即个时阵，他在考场上奋战。伫成绩放榜了后，面对什么好好的选择、科系的选择，是毋是？选择了有可能真做习惯。就照习惯安尼行，毕业了后嘛是面对选择工作、婚姻，所以甚至咱每一日咱的一生拢咧做决定，拢咧做选择。所以人生有可能是一连串选择的综合。疫情已经哪来哪远，总是伫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阵。伫即个 COVID-19 开始伫世界流行，迄当时有真侪人计划要出国读册、出国留学、出国工作，煞拢拍乱去，甚至伫国内的移动聚会嘛拍乱去。所以咱袂当阁用过去的经验来应付眼前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美国来发动战争来拍伊朗的时，咱真感谢主，咱的石油一直无起，咱的政府一直甲冻涨，袂当起，因为安那，这是要稳定物价，这市面上物价爱稳定来，无人的心会浮动。进前我会记得我去买咸酥鸡。伊讲你要自备塑胶袋，塑胶袋我遮细，爱自备。我就拍开我的机车的内面找看有塑胶袋无，结果有找着塑胶袋我摕起来，锁匙煞甲下落，然后开起来。我讲我锁匙开走迄块，我想讲甲锁匙掉伫内底。甲再伫即个倒行路那顶，佮行转来摕锁匙去拍开。即个行李座椅啦即座椅的挂甲掀起来，果然我的锁匙放伫内底，所以咱想看觅有时咱咧面对选择的时，却因为世上的事拍乱咱要做代志的次序。有时咱的人生是无法度做选择，什么是无法度做选择？你的父母，你的出世。你的家庭、你的身世、你的身世，等等遮的，所以人生咱到底有偌济事会当做选择，有偌济事咱无法度做选择，是讲咱一定爱做决定，
一定爱做选择。所以，即时有可能你的选择就决定你的人生。申命记也有发觉以色列人甲遮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而且因提醒教育后一代。申命记有23位的所在讲到选择，所以犹太人咧读因的经典的时，咱讲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申命记是第5卷圣经旧约圣经的经典。第30章19节讲：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我将生甲死灾的福气摆伫你的面前，你要经啥？着经死命，恁甲恁的后代就会继续生存。申命记已经甲讲，我甲灾难、福气拢放伫你的面前，我甲生甲死嘛摆咧伫你的头前，你着要安怎？要选择啥？着经死命。安尼，咱的后代会继续来延续。有真侪家长真注重囡仔的教育，拢互伊读一流的学校，真好的学校。当然毋是你金钱开偌济，有可能囡仔考了真好，考到1中，考到真好的学校。有当时你忽略去，伊无来上主日学，是毋是？因为这Sunday school敢若就是也免交啥物钱去搁爱奉献。咱社主，咱来想看觅啊，这是咱信仰的教育，互伊会当一生认捌上帝，认捌主。不管咱是第几代的基督徒，还是第几代的信徒，有时咱拢爱讲，咱是第1代，亲像第1代的火热。有当时拄着这资深的基督徒讲我是第几代，我拢讲我是第1代，我是第5代，但是我爱亲像第1代，知影意思无？不管咱是第几代，咱拢爱亲像第1代迄种的火热，迄种对主的毋捌到认捌，到亲热，到相信，到你一生永无怀疑。所以。但生命记这23处提到了选择，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都可以得到存活。到底什么是 good choice， 什么是 bad choice， 什么是好的选择，什么是歹的选择。今仔经节已经有甲咱讲。伫阿伯兰甲伊的孙仔罗德的故事，面对着利益冲突，因做无共款的选择。伫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帮助咱咧面对选择的时，会当对你的信仰，会当对你的信仰来对上帝遐得到属天甲属灵的提醒。我讲的是提醒你，一个小小的选择，有可能一年拢咧改变你，365天拢咧改变你。有时有可能小小的选择改变你的一生。有人相信后来相信耶稣，伊选定耶稣。伊原本伊的原生家庭毋是信主的，伊选择了信耶稣，就改变伊的一世人，甚至改变伊的家庭。初代台湾的信徒敢是安尼？高中辈就是高主明牧师的前辈，嘛是因为安尼来改变这个家族。黄宗辉牧师伊的前辈黄世明黄爱民那个有一个人字旁伊嘛是安尼改变整个的黄家。咱的顶一代也是咱的顶一代，因伫信仰对传统的信仰，到伫信耶稣，改变咱整个的家族。所以人生的课题，毋那是是非题尔，还佫有选择的题目，
就是即马咧考试的时阵，嘛毋是敢若是非，还要选择。就是选择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关系到上帝对咱的祝福，也是咱得到人的祝福。这种选择，今仔日的经文讲，伊超越物质生活的全面，来改变阿伯拉罕，改变阿伯兰。咱拢伫咱的信仰的内面，也是咱所读到的故事，叫做《恐龙让梨》。这恐龙伊安那4岁的囡仔，知影讲即半个来啊，我拣细粒的，甲大粒的让阿兄，是毋是？做兵新兵着爱拣较辛苦的，迄个膝头去做，老兵着爱伫遐纳凉。你若菜鸟伫遐纳凉，老兵着甲你定，你爬鱼伤轻还是伤重？所以像我会记得若去部队，食袂饱的，着爱紧，爱去洗碗。食饱之前爱去割菜啦。你若食伤慢哦，老表就伫遐讲，饭真好食吼，你继续食。是毋是？这就是咱一般的人的种看法甲想法嘛。但是恐龙伊既然讲将梨仔较大粒的，互阿兄大兄阿哥食。今仔日故事甲咱讲，阿伯拉罕伊所做的就是讲，拣人食剩的啦，落着你身境。这甲咱一般咱生命的思考是无相款的。阿伯兰伊甲大的即个选择权优先让互伊的孙仔落得拣了，我才来拣。反正只有2边嘛，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剩下来才轮到这做阿伯兰来拣。所以咱面对代志，你会当选择生气，嘛会当选择谦卑顺服，你嘛会当抱怨。以色列人因是强调照顾弱势者，大的疼细，大的疼细汉。咱伫阿伯兰身上看到服侍人的精神。圣经有甲咱记载讲，你若咧收割的时候，爱顾伊一寡这五谷落伫个田边，互啥物人去捡？无工作能力，或者寡妇爱饲细囝，因为伊无工作能力、无生产能力，佮爱饲细囝的人去去捡这物件。这是犹太人因的经典所教导的。上帝拣选了阿伯兰，了解改名做阿伯拉罕，要祝福互伊，讲有3个应允要互伊：第一，要互伊成做大国；第二是应允伊，互伊的名做大；第三应允就是地上的万族，拢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咱今仔日世界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是犹太人咱讲的因只有信这旧约犹太教，除了东方这的佛教也是传统信仰，也是一寡部落因的传统信仰以外，只要回教的经典甲基督教的经典，拢爱尊阿伯拉罕。拢爱知影即个人的名，所以即个人的名有大无？嘛真大，是毋是？所以万族因为伊来得到福气，伊的名做大，因为伊来得到即个福气。所以阿伯拉罕相信上帝会应允，伊就进入到即个毋知影的所在。但是阿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了后，煞拄着饥荒，受到当地百姓的排斥，伊就落去到埃及。伫埃及受到侮辱，人讲你卖某做大官，只好佫转来到迦南地。所以对13章的第1节讲啦，阿伯兰带伊甲伊的某甲所有的，就对埃及去到尼吉夫罗德跟屁虫嘛对因去，因带着法老，互因的财宝、精神
家畜啦、家畜，重新徛伫上帝互因要应允互因的土地，生活安哪来哪丰盛，有甲羊哪来哪多，但是这草啊煞无够通食，水草无够通互精生食。所以第二节、第三节讲着讲啥？精生经文真多，因牵涉到伯特利甲爱这中间，就是伊较早伫遐大埔边的所在。伊转来到伫迦南地住一段时间，伯拉罕转去到伊起这段，伫遐求叫上主的名。伊第4节甲咱记载，所以上帝赐予伊产业，赐伊侪牛羊马驴仔骆驼食的，因是游牧民族啊。简单讲，伊就是游牧，靠游牧咧生活的啦。咱台湾较侪是靠做事的，即摆嘛有人饲羊饲牛，有咱即摆有啉着这鲜奶嘛，这种台湾的，也有人饲羊饲牛，嘛有羊奶，嘛有牛奶，但是咱是用栏目围起来，饲伫这栅栏内面。因是靠水草堆做着刷去到刷去堆，所以两边因的雇羊人，因的牧者起冤家，起冲突，连住做伙嘛会起冤家，是毋是？因为水草无够食，无够食，遮因的精神就是因的产业。所以要安怎？对安尼来看，哇，两边安那？看上的拳头要较大，看上的拍赢着占较侪水草的所在，所以常冤家安尼家庭就袂好啊。所以伫第6节到第7节，咱看到两边伫冲突的背后，伫财富利益带着考验。所以家产虽然真丰富、真丰盛，但是圣经讲迄个所在。用袂落因拢不像他们。资源有限，利益冲突的时，人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别人看感情的情势无不妙，伊劝大家讲，咱是亲骨肉，是一家人，毋通冤家。伊就用方法讲，无咱就选择来撇免，变做冤家的亲情。所以第8节到第9节讲，你若做，我就右；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选择权，让让互罗德来互伊做选择，化解即场两边因的请工也好，也是讲甲因做伙工作的这个雇佣的人，因的冤家，甚至圣经甲因讲，因为咱是一家人，咱是一家人。别人甲罗德讲，我们不可相争，不可相争，因为那是骨肉，骨肉原本诶，怀疑就是做兄弟。伊讲这地拢是伫你的感情吗？你看，罗德咧看的时阵讲，约旦河迄边平原，探到所里，拢是滋润的土地，亲像耶和华的园，亲像埃及的地。伊上帝还未毁灭索多玛、蛾摩拉，的确是安尼。那亲像耶和华的园，那亲像埃及地，那像埃及的陆风一样。所以第十看来讲，哇，罗德看讲，就是这边。This is my land， 这是我的土地。伊就安那，索多玛甲蛾摩拉的方向来行，因为迄片的土地真肥、真水、真好，佮真安那，真赞。我甲边仔人讲，你真赞，因为我看到你来真赞，是不是？咱 FB 拢安那，爱按什么？爱按赞，好，足侪即马足侪迄个拢会当按赞哦。哇，老弟讲按个赞，怎为遐行去？13节圣经讲，索多玛人非常邪恶，大大得罪上主。这就是后来上帝毁灭这两个城市的伏笔，已经埋下这个伏笔。罗德无发现讲，遐个人是歹恶，伊敢若看到肥水的地，伊袂记得主的美善。
这11、19、12讲啊，落地就敬啊，我就敬遐，吼，当行，吼，因两家就分开去。别人住伫嘉南地，落地就煞到平原遐个城，伊入城呢，入城哦，渐渐煞去到索德玛，入城呢，真好，已经入城。后壁兰州选择安那，搁伫咧遐饲养顾养。所以想看觅啊，原来上帝对人的歹是足怨恨的，最后不得不爱毁灭这两个城市。对今日经济来看，壁兰甲罗德，或者是壁啊罕甲罗德，因是安那，怎选择了，怎变成无共款的结果。所以咱伫选择的时阵，嘛咱有属灵的智慧。甲分别的智慧，做好的判断，甲认定的智慧，咱必须要甲上帝的连结来面对咱的选择，会当得到上帝德性的提醒。小小的选择甲决定，拢有上帝互咱的福气甲福分伫内面。所以咱做选择的进程，要做决定之前，爱练一下基本功夫，就是伫你的这段的头前。必然是一个对上帝有望甲信心伫应允的所在，伊安那，就是伊较早起这段的所在，伫遐求叫上帝的名。所以这段起做这段来称赞甲学了上帝的名，用种的心转去到伫起初甲上帝迄种建立关系迄种的心。所以我讲爱伫第一代基督徒迄种起初迄个心。讲我著信足久啊，拢足习惯啊，要安怎？上帝嘛，互你拄着艰难困苦，迄种帮助你，也是改变你。所以这段是伊愿意将家己搁交托伫上帝的手里，将家己的性命交伫这段的头前。所以必然学习顺服，来认定上帝赐予伊的土地，伊著伫安那。大场坪，伫遐迄个所在，不比索德玛俄摩列的繁荣，伊的生活嘛比城市的方便。必然选择的是大布比的生活，嘛相对单纯，会当伫这段来亲近上帝。捌听过早期信仰的前辈讲，因到城市来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是找啥？找看有教会无？即间教会，较早交通较无方便，就讲莫住离教会伤远，要找牧师嘛较方便较近，是毋是？先找教会，互信仰的生活有一个所在会当安顿，甲亲近上帝。先家立业了后，互囡仔去教会，然后延续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出纪录片叫做《无回头的旅程》，伊记载着伫农业时代，伫中华有真侪做实的基督徒，因种菜。迄当时逐个囝拢生较侪，本地的土地愈分愈少，因就想讲咱来去找搁较大会当种植的所在。因着几个家庭少少的。甚至互相介绍讲人要移民，咱来去巴西，听讲遐地足大吼，拢无人种植。因着坐船几若个月，坐到巴西，大家拢安顿落来。第一件事，去教会，这是因回忆了，就是先去教会。教会就成做因生活的中心，祈祷的中心。优先去做这段，然后才安排个人的事。所以这段有可能是伫你生活的所在，你毋通讲这段一定是伫教会，你的这段就是伫你生活的所在，会当是教育囡仔的所在，嘛是聚会的所在，嘛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这段嘛是你献心献祭为神的所在。第二，咱伫冲突的中间，信仰的典范是安怎？咱优先互人。两边的雇养人、冤家、亲情、三钱的事如何化解？必然是长辈为着骨肉的血缘，
上解和平的方法，就是安那，放弃这个选择权，互你先选啊。吼，咱是兄弟，咱是亲情，咱是骨肉的亲，所以已经超越你的我的，变做咱的，无啥物理由会当相争啊。遍地拢毋是伫你的目睭前吗？这拢是咱的地啊！你著伫你的目睭前，你要安怎选？吼，啊，照论辈分来讲是必然爱先选才对嘛，这叫做伦理嘛，吼。但是伊放弃选择权，诚做即个和平化解的方法。伊先互落地先选，伊嘛是有一个信心的人诶。就算做讲景村诶，伊嘛感觉讲啊。这是嘛上帝互伊的应允，所以上帝为着伊的选择，上帝为伊选择的比人选择的搁较好。所以啦，认捌上帝的人是倚靠上帝的人，对吧？认识上帝的人也是依靠上帝的人。所以别人讲我伊有哪财产真多嘛，经文真多嘛，可能迄阵是无啥欠嘛，无你著互你敬啊，反正我。佮食几世人，佮食袂空，不要紧吼。我著生活较困苦的打布片，你去城市奋斗，结果最后发生啥物代志？当上帝要召命的时，落地的太太因为顾着看入着厝里还佫有一寡物件无摕着，一寡金银财宝、一寡存款、股票，啥物拢无摕，紧的回头要去摕，哇，煞变做啥？变做盐跳，我落着煞安那，太太就无去啊，是毋是？所以人看做好诶，看做水诶，无一定是好。所以咱有熟练甲智慧选择来带来祝福咱诶福气。必然毋是家己诶利益来做决定事务诶标准，毋是讲我利益做优先。伊宁可失去人看做水。的事务，就是遮一片肥个水的地，遮的平原，好种植也好，也是好饲养也好，毋是遮的。伊是无愿意失去上帝互伊的应允甲嘛。所以人看做好水的，嘛无一定是上好。诗篇84篇第10节讲：伫你上水埕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上帝的厝伫遐过门，嘛毋愿踮伫邪恶人的厝内。所以咱宁可伫教会遐做守卫，嘛无爱去邪恶的所在。所以咱宁可伫圣殿来做过门的，较赢伫歹人的豪华的厝体内面，迄叫做豪宅内面。最近电视影片有讲迄。台北迄一栋拢爱几亿的，樱桃珠园吼，哇，讲迄内底足豪华吼。听讲，敢若救护车会当开到底一楼，你就会当坐救护车就去病院。顶面阁有迄个直升机的停机坪，伊有足侪隐私会当互你迄个算亿的吼，几若亿的一间厝。是住袂起啊，真正只能看所以对咱人即个住伫社会厝体不必啦，住伫主的殿里。所以咱追求灵性的满足，赢过去追求即个安逸。我若想到马偕宣教师，少年的时要献身。加拿大敢无较好过，就爱来台湾受苦。马偕就常常发烧、头壳痛，一痛拢痛几礼拜，一痛拢痛几礼拜。伊日记拢安尼写，今仔日发烧，前天发烧，几工前拢发烧，到今仔日，忽然间好啊，来去讲堂。拄着挫折的时，吟诗唱歌鼓励家己。叫人牵石台破屎，唱歌、唱圣诗，所以巴甲有足侪条真好的，伊常常咧吟的圣诗，即个圣诗来鼓励家己。所以咱有时亲像落着遮尔底时，叫做短视，
即款外貌做选择，爱亲像阿伯兰有远见，内在甲灵魂，甲将来结局。所以人会选择的时，会有当时啊试探的也好，撒旦魔鬼也好，伊设落了设下，互你迷惑的局，你毋知影，有可能怎跋你坠落伫世界内面，最后上帝来刑罚。所以离开迦南地，嘛有可能就离开上帝的应允。索多玛物资比较较丰富，落得选择的是较舒适，以及会当有较侪会当满足家己。感觉是真好，但是却是离上帝哪来哪远。最后上帝要灭这两个城。而且上好的选择，有可能就是会当得到上大的祝福。两个查甫人上大的差别就是，一个追求会当甲主亲近，一个追求俗世的好处。所以慢慢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哪来哪离罪，哪来哪近我。所以当上帝的使者咧启示阿伯拉罕讲，我要毁灭这两个城，要求几个？有10个无？有20个无？30个无？一直花呢？对50个一直花，无嘛，找无嘛。伊的孙仔伫内面啊。上帝使者佫有到落到遐，结果安那煞发生即种真无好的事。所以当咱选择了后，嘛决定因彼此的未来。上帝来到这位信心的义人来安慰祝福伊。互伊夜目所看的地，拢要赐予伊的后，伊的后裔，伊的后代子孙的土地吼。加拉太书3章第9节甲咱讲啥？可见既然有信的人，嘛会当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做伙来领受即款的祝福。你有为着福音做牺牲来选择吗？你有诚做福音的使者，付出属天的代价吗？你有伫信仰中，亲像耶稣所讲的，甘愿替别人想吗？咱有阿伯拉罕的信心吗？也是坚持上帝予你的应允无？小小的一个选择，若是为主做，上帝拢会祝福你，替你陪伴。所以咱若是以信仰来做出发点，就无许即个罪甲你捆绑。2026年过偌久啊？5月底了后，搁1个月1年就过一半。2026年就过一半。你所选择甲决定是啥物种的光景？你是要选择命运得到稳定的生活？19世纪英国的历史家卡莱尔这位先生伊讲。虽然瞬间就真紧做选择，但是结果呢，有可能是永远存在，就是阿伯拉罕甲罗得的选择，影响因人生的结果。愿主帮助咱，互咱做选择虽然小，有可能这最后的结果是大的。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的信心，以及阮的信仰，会当亲像阿伯拉罕一样。互阮有信的人，嘛会甲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做伙来领受祝福，做伙来领受即个福气。互阮伫生活内面，当阮咧选择的时，互阮会当参考耶稣的话，参考圣经所讲的，这个话会当帮助阮。来做决定，来做选择。愿主你帮助阮，有时阮的选择影响着最后的结果，嘛影响着主你要怎样将你的福气予阮。愿上帝帮助阮，愿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诗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
请坐。咱用感谢心来奉献。请坐。接来，咱来做伙来关心教会代志。咱来读本周的金句，现代台语译本，现代台语译本。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一遍。安尼，一切信的人，嘛会甲有信的阿伯拉罕做伙受祝福。加勒派书3章9节，请。本会消息：中华派本会陈牧师担任台中建兴教会小会议长，对2026年5月13日开始，请为台中建兴教会无目假的时间来代祷。第二，顶礼拜母亲节教会来发送报礼。这礼拜要搁来补发一届，请各关怀小组的组长，若需要母亲节的贺礼，要探访行动不便的地区的姊妹，请会使向关怀部陈雅文执事来领取。第三，原定5月要召开的定期奖职会，因为母亲节来暂停一届。5月份的财务月报表嘛要伫下个月做一届来刊登。
就是5月16甲5月2日，本会林义官牧师要到马来西亚参加华人妇女神学的会议，愿主来保守行程平安甲顺利。5月20日，基督会要为着和平小组甲可爱小组来代祷，欢迎客友大家来参加。5月23日，上午9点，台中中会事务部第3.1教会来举行事务演习会，本会陈牧师要代表来参加。5月24日，为着圣灵来降临节，主要目的是来强调圣灵互咱合一的信仰团体，会使明白上帝伫世界中的作为，并且有能力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5月24日，要为着玉山神学院来奉献主日，院方派朱依平总务长到本会来讲道甲请安报告。本会陈牧师嘛要代表玉山神学院前往北屯教会来讲道请安报告。5月30日上午11点，伫1楼的副堂传道部要举办导影音控同工自救会，请影音同工拨时间来参加，嘛欢迎对影音服侍有兴趣、甲负担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6月2日来举行圣礼典，要报名洗礼前基要真理的课程，请向陈国成牧师也是小会书记黄定科长老来报名，请兄弟鼓励主题亲友踊跃来参加洗礼。要订下一季的新眼光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才到办公室来登记。截止的日子是到6月17日。12，请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6月14进前，将下一季服侍人员的轮值表甲团契聚会表交予行政干事。2025年度的报税用的奉献收据，请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甲签名。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本周的读经进度伫诗篇145篇21节，到路德记第1章第1节，4章22节。关怀协会消息，健康促进教室伫每礼拜拜二甲拜四的上午9点到11点半上课，请会记你来带健保卡来报到。第二，5月14日，歌唱基础班。第三，5月30日上午9点12点，伫1楼副堂来主办。台中 DIY， 请已经报名的人伊来准时参加。6月23日下晡1点半到2点半，伫1楼的副堂来举办乐乐课，请已经报名的来准时来参加。再来团契小组消息，妇女团契伫本周日伫11点伫1楼副堂来聚会，欢迎会友来参加。社青团契本周日上午11点20伫5楼的副堂来聚会，欢迎客友踊跃来参加。第三，主日学本主日礼拜了后，伫4楼的副堂来召开定期的同工会，请老师甲同工来出席。暑海读经伫5月2日暗时7点半，伫1楼的副堂有聚会。需要讲义的
来向行政同工陈金辉姊妹来领取2026年四海暑假新学专题约学123书讲师四海的会长常思恩牧师。上课的时间是伫拜二下暗7点半到9点15，伫6月16、23、30日，7月7號、21甲28。报名截止的日子伫6月12，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五，兄弟团契5月23暗时8點伫1樓的交誼廳來聚會，歡迎大家來參加。第六，青少年團契5月24上午11點20伫5樓的副堂來聚會，歡迎客友踴躍來參加。第七，少年團契5月24愛餐了後，上午11點40伫1樓的副堂來聚會，歡迎客友踴躍參加。我來教介消息，請會上大家來注意來看。5月10號的奉獻的報告，記佇這第7頁。若有啥物漏點，也是錯誤的，請向財務部來反映。再來大隊的時間甲請安的時間，我來交予牧師。林牧師即馬佇馬來西亞參加花蓮婦女新學會會議。林牧師對懷孕到生囝拄好10年半，毋捌出過國，所以是10年半了後第一屆出國。甲總會的代表去參加即個會議，咱替大隊原主事務所好。下主任是在玉山新人院的紀念主任，咱來關心大隊。頂舊年玉山新人院派院長。派院長來咱教會請安，甲正德。今年派總務長，總務長來。新人院咱有4大長啦，院長、牧育長、教務長、總務長。我過去牧會教會4大長，從來毋捌我去我牧會教會。所以玉山新人看到咱教會對甲因關心所以舊年派院長，今年又派4大長之一啦迄個總務長咱別辦心介紹新的人客佇咱中間，咱歡迎許玉珍姐妹歡迎你來，咱拍拍歡迎一屆歡迎，永遠的歡迎林志婉甲涂婉婷姐妹幫咱文書予恁恁當搬來台中也是搬來一段時間原主是阮佇恁的心中一屆歡迎，永遠的歡迎。這條咱要做伙參加來地道，咱同心來祈禱。主懇求你，現在這個時刻，阮教會主題用者來課場點名，祝你屬於有專注的精神，以及互伊對答案對題目有真深的思考。平常時所學的，佇這2日的考試會當發揮甲應用，幫助這個時刻佇伊的心上來帶領伊、引帶伊。我嘛要懇求主你幫助佇阮的教會內面，阮有濟濟兄弟姊妹，特別是長輩身體欠安，主你甲因同在，是阮佇因的心上。為着名照喜昌、翠雲、婚禮姐、蘇勝、秀玲、丟樂、小華姐、玉秀姐、培福兄、靈活姐、金明兄，在艱苦身體欠安，以及也是手術了後的恢復，也是受到淡薄的意外，上帝你幫助安因的心，互因的心平安，互主你踮佇因的身邊，因每日攏會當唱出讚美的詩歌，來仰望主你的偉大，阮懇求主你聽惜這個詩歌，我懇求主你幫助阮今仔日主日學籌備的會議，以及阮今仔日所有的會後的聚會，無論婦女團契，
也是社青团契上帝你帮赞。是阮伫阮的团契心上，有参与的人，拢会当领受上帝你互因对主你互因的恩典甲疼痛。主愿献上阮的祈祷，求上帝你帮赞。阮伫投影、影控，也是投播的事奉，即个同工因会当做伙来造就，彼此分享因的服侍，以及参与伫教会主日。阮要透过安尼，互因的事奉，主你是纪念的，主你是亲亲甲因同在的，主啊帮赞阮。阮嘛要恳求主你，使阮伫玉山神学院，伫圣神感恩节，伫慈宜品总务长来到本堂都现教会，互伊所分享的，来感动兄弟关心玉山神学院，特别是伫原住民牧者的培养，愿主你带领引传。阮的社区工作，求上帝你坚固，求上帝你借着安尼来成做福音的窗口，互今日教会的人，因伫遮来领受主你互因的欢喜甲平安。主愿感谢你，愿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即条来行平安礼。作为吟圣诗祝福车恳的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祝福，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成。愿恁伫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订阅了，请结束了，才离席。